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咧各位当伫遮甲咱来分享上帝的话。我用一个题目接续顶礼拜，我阁继续阁讲一段耶稣伫遐互人请的故事。我用一个题目进入永生乐园。顶礼拜咱伫咧讲耶稣按怎样伫彼此的中间，望会当邀请所有的人。拢有机会会当进入上帝的国，分享上帝救恩的快乐。所以，迄个邀请伫遐。这个题目是讲进入永生乐园，总是要付出代价。真歹势，迄个我迄个 PPT 吼做了来到这个遮摕落电脑，拢走抓拢变形。所以。我爱甲Jason顶落来去调整我的迄个电脑系统，无逐礼拜来到遮拢是一个真大的麻烦，袂当顺利。OK， 我想有一个代志，就是讲，人生唔通，互咱真辛苦的人生到尾重点咱抓无着，失焦了。你翕相啦，搁较安怎好的风景，你若焦距若拢无好势，翕出来拢袂看咧，拢毋是你心内所爱。有当时人生拍拼到最后，发觉讲规个拢乌有去啦，我毋对啦 ，OK？ 迄个对焦甲失焦，今仔日要讲最少甲这个有关系 ，OK？ 伫圣经的内面不断地咧提醒咱讲，你我咱是活伫两个国度的内面，人是活伫两个国度，一个是肉体的国度，一个是灵魂的国度。一般的人拢敢若在意伫肉体的国度、世间的国度，伫遐咧拍拼，伫遐咧装备，伫遐咧落落。但是耶稣伫圣经的内面不断地咧提醒咱讲，人啊，你毋通袂记，也阁有一个，也阁有一个。人的目睭若干那拢注意伫地上的追求、地上的拍拼，你一切拢费伫遮。有一日你会失落，天顶迄个永生活命。圣经不断地咧提醒咱讲，人啊，你都爱小看夜头向天，注神看主；夜望山，注神看上帝。然后你若会当伫天顶的代志有一日，只要这个对焦好势，上帝将地上的拢互你。总是你若敢若伫地上，甲这世间的人无分别，拢甲你的时间刻伫地上，天顶的你就拢无分。我想今仔日主要要讲这个物件，然后伫咧讲对焦 ，OK。今仔日我毋知咱读拄则两位的圣经，你有感觉很奇怪无？这拢是耶稣的话 ，OK， 这拢是耶稣的譬如。因为顶礼拜，因为我有讲的时间有用了较济，所以我干那伫即个遮我真注意我今仔日的时间，邀请上帝国的邀请，上帝国特定望会当邀请所有你甲我，咱拢有一日。今仔日咱拢伫即个地上，伫咧拍本咧行即个人生的道路，有一日你甲我，咱拢会当，也阁会当像永生的上帝国，甲上帝伫遐。迄是一个天顶的宴席。所以朋友啊，我望你甲我，咱拢真注意，特别咱讲到即个回来，咱离迄个时间真哪来哪近。咱要对有可能会当对教会甲基督的信仰会当帮助咱会当完成行完地上。这条人生的路径，平安经过、赢过这个苦难，最的苦难，有时咱会当入到伫遐，得到天堂永福去。不过今仔日伫这个遮，耶稣伫咧甲咱讲，你毋是干那受邀请入来到伫这个婚宴的快乐下边，入来感谢，迄是恩典，总是后壁你还阁有代价爱付，你要付上你的代价。OK。这是第一。今仔日我要这个时间要甲咱三角面的是这段圣经，
拄则咱读的两段圣经拢真奇怪，有真侪人一世人读这两段圣经都无法度明白。不过今仔日我就是要处理这个，哪歹了解的圣经，有当时也对咱哪大的意义甲冲击，哪大的提醒。所以伫遮通过这个真歹理解的圣经，我要讲这两点，一个就是讲第一，人啊，你伫地上这段几啊十年的时间。上帝帮你自由，总是你要抓着上帝做首位，爱尊主最大。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咱常常拢刻伫嘴来讲的话，爱活伫你的生活的中间。尊主为大，基督是我家之主，是吗？我像今仔日要讲的是这项第一特别要提醒的。第二。等你若真正伫这个信仰的氛围内面的时，你就要活出新生命。已经入来到伫上帝家，受真正伫这个信仰的印下内面，你已经坐伫这个上帝为着你备办欢喜快乐的印下内面的人啊，你就要换心家己。你若无换心，到最后原来是互人结出去 ，OK， 毋是入来，就一摆清楚，无后壁还佫有代价，后壁也佫有你我咱的底的。我想今仔日是要安尼，当这两项尊主最大，然后有换新的新生命，活出新生命，咱的目的就是要，互咱会当成做一个会当结果子的人生。你我，咱会当有好的果子，影响真侪人，互人通过你来羡慕、学了上帝讲，恁基督徒实在是真好。我若会当早亲像恁遐尼早就有这个信仰，啊，我的人生会活甲无相像。恁遮有信仰、有上帝的人，实在是真好。OK， 然后咱的人生会当成做一个结果子，荣耀上帝的人生。OK， 这是顶礼拜，我想都跳过啦。顶礼拜讲到这个耶稣的譬如，邀请。我想咱即摆伫海外有偌侪人来到伫遮，才进入伫教会。海瑞讲伊来到遮，才入来伫教会。OK， 伫即个遮偌侪人，迄个入来教会，就是真要紧，就是。来到教会，佮教会佮有备办一个茶饼，甚至教会伫过年过节，佮会有一寡迄个buffet，逐个人伫遐啉、伫遐食、伫遐快乐、伫遐交陪，也拄着一寡好的朋友，然后伊就留咧。嘛有偌侪人信耶稣，是因为伫海外有一寡人邀请去因兜，基督徒邀请去因兜啉食，然后怎直直受引带来到伫教会。所以，这个婚姻的宴销呢，到今仔日也佫伫咧影响咱，就开你的门，就邀请你的朋友，因为这个是上帝为着人开的一个邀请的宴销，毋茫这是一个模式。基督徒，你若照安尼去邀请人，你会影响一寡人，会引带一寡人入来。OK， 这个圣经拄啊进入伫遮，顶礼拜讲耶稣。互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请去因兜食饭，然后发生的一寡代志。耶稣讲一个譬如，即摆这个饭食了啦，这个宴食食了，耶稣出来，然后一堆的人对耶稣咧行。耶稣佫甲伊讲后壁的话，讲恁要对我吗？恁若要对我，要注意知影一项代志，无论什么人到我遮来。若无听我赢过，听伊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就袂当做我的学生。要做耶稣的学生，咱讲基督徒的意思是啥？基督的门徒，基督的学徒。咱咧讲看师啊，基督徒就是咧学耶稣的关系，咱是耶稣的师啊。耶稣讲，这个饭食了啦，出来伫咧行，一堆人对伊，耶稣回头佫甲因讲：你要对我吗？你若要对我，就爱听我赢过，听你的父母、母囝、某
囝、兄弟姊妹，甚至疼我赢过你家己的性命，迄个疼，讲原文叫做怨恨。若要做耶稣的学生，要做基督的门徒，就爱听耶稣赢过你的母，听耶稣赢过你的翁，听耶稣赢过你的父母，听耶稣赢过你的囝儿兄弟姊妹。啊，是个另外一句的原文讲，你若要做我学生，你就要怨恨你的母，怨恨你的翁，怨恨你的老爸老母。有奇怪啊无？若无恁无资格通做我的学生。OK， 今仔日佫另外读的一段，耶稣偏佫用一个譬喻，啊，迄个譬喻是讲婚姻的宴席。讲的内容拄啊，甲咱顶礼拜读的共款。则讲婚姻的宴席，顶礼拜是讲大的宴席尔。马太22章则讲一个婚姻的宴席。啊，主人拢准备好啦，我去邀请，结果早前邀请一个拢推辞。我做生意，我卖一区田，我安怎我当然我有一寡人去付，但是推辞的一堆，互主人真艰苦。主人到最后嘛，甲遐萝卜讲，去啊去到回头含尾去叫遐个人，叫到尾啊讲，青面的摆开散下无钱的人，所有拢受邀请。各位今仔日到今仔日，咱会讲感谢主，咱偌侪家庭，偌侪人入来到伫教会，是咱的父母拄着代志，咱的家庭拄着灾难。咱家己本身嘛拄着一寡代志，有的人是破产，有的人婚姻失败，有的人安尼互囝气杀，孤单无伴，教会少了。今仔日就偌侪人来到伫这个遮，伫主的这个大宴席内面，拢是有真侪问题才入来。OK， 咱今仔日来到伫遮，但是迄个所读的马太22章遮讲着一项，甲路加14章的无相像的事。招一个人已经入来伫内面啊，入来伫内面啊。主人来咧顺道的时，才发觉讲，朋友啊，你入来到伫遮坐道声事，你无穿礼服啦，你无穿礼服啊。啊，恁著读圣经的时，这个人入来到伫遮，是伫半路街头巷尾，互人硬去请入来，他有礼服通穿啊。OK， 太。阮你半路你甲我叫入来，他有礼服，然后主人你为着这样代志，你遐尼无欢喜，要甲我赶出去，搁甲我咒诅，到底这咧讲啥物？我想今仔日圣经是主要要处理这两项。耶稣伫路里不断地咧甲人邀请，来对我，来对我，来对我。人问耶稣的动作，我来讲做你甲我的动作。我知影咱中间有真侪人，普通时就间真热心，甲人拍电话来哦，这礼拜来哦，甲我来哦，甲我来哦。你这个动作甲耶稣都有成啊，都有成咱的老师耶稣啦。毋茫定定有真侪人，你会真正伫周间，你会当做这啊，我甲你载好无？我礼拜日你会当留一个时间无？对，耶稣直直讲来，你来对我，即嘛拄着问题来啦。有人讲好啦，耶稣啊，我要缀你啦，总是先容允我去转去埋葬我的老爸，安有合理也无合理？就合理嘛哦，啊，都老爸都死伫厝内啊，你叫我缀你好啊，耶稣啊，容允我先去甲老爸大好安葬了，我再过来缀你。耶稣讲出足无情、足无理的代志。容允伊的私人去带伊的私人，你来对我，想袂晓吧？然后搁一耶稣来，你某人你来对我，迄个人讲，先生啊，可以啦，你互我先来转来甲四大人说goodbye一下，甲我的某囝说goodbye一下。耶稣讲，即句话咱定真侪人听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耶稣，你是咧讲啥？你来讲这拢足奇怪、足无人性的话。OK， 望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这个短短的时间，咱会当处理这段。
其实即个问题若拢处理了后，搁倒转去伫我第一个今仔讲的是，今仔日主题是要尊主为大，掠上帝做第一位，干那要处理即个尔。第一，伫你的人生，你既然做基督徒啊，伫你的人生，不管怎样，你都要掠上帝做你生命上第一义。后壁再搁讲，啊，即摆咧调整即个上痛苦，调整即个上痛苦，你要咱讲断舍离吼。迄个断舍离这段，甲咱过去的一寡想法、价值观念要安怎重新调整，是足痛苦的代志。OK， 但是做一个耶稣学生，你都要进入伫遮。OK， 伫咱的圣经拄则讲，耶稣讲，你若要做我的学生，要跟对我，你都要怨恨你的父母，怨恨你的某甲翁，怨恨你的厝内的。啊，但是圣经佫甲咱讲。你都要敬爱你的父母，互你上帝要互你伫即个地上得到幸福，然后你要长岁寿，这是第一个带着应允的诫命。诫命的意思是，你就照安尼去遵守。然后圣经提摩太前书5章遐佫咧讲，人若无疼惜伊家己的亲情，特别是家己厝内的人，比无信的佫较歹。所以安尼，甲耶稣咧讲的，佫是圣经内面佫两个真大的对照啦，这是两个极端啦。OK， 但这要安怎样解说？要安怎处理这个问题？圣经直直咧讲，你着爱敬爱父母，但是头前遐今仔日咱读的圣经讲，你若要做我的学生，你若无听我赢过。这的关系，你就无资格通好做我的学生。特别，伫世间有真侪教导，一寡牧师嘛有真侪无共款的教导，总是我要今仔日要甲咱讲，耶稣安尼讲，不容许任何人调整这个顺序。有的牧者讲，我做牧师，我都要先甲我的家庭、甲我的某囝、甲我这拢创好好啊。我甲你讲，那安尼你牧师毋免做啊。来到海我毋是咧顾你的某囝做第一，来到你啊，来到海我啊，也佫是啊，你要尽心伫上帝的调命，完成上帝。有当时啊，安尼做牧师的人，互伊的翁、互伊的某、互伊的囝，直直拢误会，无法度，这是命令。OK， 但安尼要安怎？迄个关系要安怎创？耶稣佫直直咧提醒一项。一个人袂当服侍两个主，你毋是听即个，就是怨恨迄个，即个是一个真极端，已经伫真侪物件直等啊，等到尾也剩两个，等到尾也剩两个，耶稣也搁咧逼你，最后摕伫你手的是啥？父母单调，上帝第一是吗？若无你不配 ，OK。无囝真要紧，但是当你拄着信仰的挣扎的时，你要为着某、为着翁、为着囝、为着父母，然后甲信仰单调吗？甲上帝单调吗？注意，佫是地上的性命甲天顶的性命的一个选择。一个人袂当服侍两个主人，你若毋是听即个怨恨，就是怨恨迄个，所以这敢若直直咧调整你甲我。拢到直要爱咱耶稣直咧教导咱的是，到最后伫咱的生命中，尊主为大，唯有主在我心里，这是最后的信仰的核心伫遮。只有咱甲上帝的关系大成建立了后，你才有法度去讲其他的关系。OK， 你看到10诫。10诫是即个才真清楚。第一诫，除了你我以外，你毋通拜个上帝；第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毋通滥散称呼耶和华的名。注意哦，有真侪人咧祈祷，有真侪人咧讲话，不断就是讲，上帝甲我讲，上帝甲我讲，上帝甲我讲。注意一项，
到底是上帝甲你讲的，还是你家己的？小心哦。OK。信仰若深沉的人，咱袂去讲，因为迄是一个久长的反省。唔通滥散称呼，唔通个定定一日敢甲上帝的名拢记伫你的嘴内，然后不小心的甲你的意念用上帝的名讲出来，用上帝的权威讲出来，会害死家己，佮害死别人。你看遐个大间教会的牧者，几乎无一个无跋倒。你要小心，即拢伫咧讲着，到底啥人做主？是真正耶和华上帝是主，还是你是主？即个第一届到第四届拢伫咧讲着，咱咧敬爱上帝甲上帝的关系。第五届的到第10届咧讲着人的人伦的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人伦的问题。但人伦的问题，第一个接的就是听父母，敬爱父母。注意哦，听上帝，过来就是听父母。你要按照适当听你的父母，听你的厝边隔壁，听你的某囝，听你的家庭，要按怎样适当听，伫真理内面来听，伫真的听内面来听，唔通乱爱，错误的爱，管辖的爱，互人惊吓，互人无方便的爱。正经的听，爱大声对上帝遮来找，要讲阿免无？所有人的关系，拢都爱对上帝遮，因为一切真理的根源对上帝来。遮你若无好势，今仔日是安怎中国会出大代志？因为遐无信仰，当一个咧甲上帝拢搬开的时，谁上大？恁爸上大。权伫我遮，落着权的人上大；伫家庭内面摕着迄个说话权的人上大，谁上大？上帝拢无惊。独转来，搁甲上帝刻伫整个的中心的时，每一个人拢是萝卜。注意哦，伫即个演习的中间，我伫即个强调的萝卜。你我咱拢是萝卜。NRSV。长老教会伫咧用的即个 NRSV 的英语的圣经，拢伫咧讲 slave， 拢无家己的意见，拢是咧听主人的声，然后照安尼去行。因为人的关系若要好，每一个人心内是主安怎吩咐，圣经安怎讲，我就照安尼去行。牧师啊，照安尼去行；长老啊，照安尼去行；兄弟姊妹，大家人拢照安尼去行，就死正了，对不对？所以一切拢转来伫上帝，敬畏上帝上第一义。囝若无背家己十字架，就袂当做我的学生；囝若无背家己十字架，所以你若要做耶稣的学生，你有你的十字架，每一个人有你的十字架。欢喜来担，流着目屎，讲出感谢的话来担。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十字架。耶稣，你若要做我的学生，你着欢喜甘愿来承受，互你的十字架。掠安尼做欢喜，掠安尼做快乐。学保罗就是伫今年，也搁伫半暝唱歌吟诗，学了上帝，因为伊相信。凡事斗来，要听主的人得到利益。凡事斗来，所以今仔日受到真多不平艰苦，总是我也搁点流目屎，咧笑，咧吟诗，咧学了，感谢上帝恩典。相信有一日你要我看见你的圣旨意，我也搁要点睛啉这个苦杯。所以基督徒拢无伫埋怨，唔通袂记得。摩西无进入迦南地是伊埋怨上帝。搁较伟大的人，到尾啊，若无欢喜担起伊家己的十字架，伊埋怨，伊咒哭，最后的迦南地拢无入去。人伫即世间，无论啥人，迄个性命的态度，若是无建立这项，最后天顶迄个龙无可能入去。OK， 我想今仔日的圣经，所以这个遮耶稣伫咧讲，你着计算，你要做我的学生。你就计算，算得好再来。
第一项是欢喜的邀请，逐个人拢受邀请。第二步入去了后，你就要搁计算。所以遮伫咧讲，希望遐是建筑的哈，起厝的哈。所以一人一个豪宅要起的好啊无，你就要先计算你有够额，裤袋有够深啊无，若无你毋通起到一半，起袂起来互笑。人生嘛是安尼啊。然后你若你做一个国王，你讲要战争，你就爱会晓计算，毋通讲要甲人战争，结果你兵力不足，杀到一半落输啊，杀到即马笑死人。原本讲3天某有可能倒落去，到即马3年啊，笑死人。OK， 耶稣2000年前，耶稣就直直咧甲咱讲这样代志。但这个计算爱伫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来计算。咱咧诚做一个聪明的人，耶稣讲：恁无论啥人，若无放了所有一切，就无不配做我学生。放了所有一切，有给注意哦。所以这是为什么？咱做基督徒，若要诚做基督徒要洗礼，但先爱认罪悔改。迄个是啥？弃旧，甲过去的我，主啊，求你帮助我，完全死。迄个旧的我总死，旧的关系总切。过去无论我安怎认定一项代志，过去无论我咧想象什么，我认为什么物件杀掉些，迄个你认为你的看法，拢放的，即马转来看，伫圣经内面，上帝安怎讲？只有上帝怎样讲，你照安尼，你的性命才是真正尊主为大。阿免无阿免？啊，若无看到真侪人出来拢讲基督是我家之主，结果出来拢无，出来都毋知向做主。其实上大的无彩在伫遮，咱已经即若敢若头批受邀请遐个人，拢尊贵的人，咱拢已经有读圣经的人，结果咱读圣经，咱做礼拜，咱认识基督，咱做一个信徒宗教徒就是遐尼久，但是咱无照安尼计，挂一基督是我家之主，我爱容神一人。结果咱拢无拢无做出啥物当容神的，拢是我。OK， 今仔日圣经都伫咧讲即个部分，搁一摆转来伫遮，都爱甲上帝的关系拢处理好势，你才有法度进入正确的人伦的关系。今日要处理的圣经的第二个部分是这个人，伊讲讲邀请入去伫婚宴的内面啦，伫遐欢喜，逐个人欢喜咧食，食到一半讲主人国王来巡，看到这个人，哎呀，你这个人你太遐尼可啊！你入来到是这个所在，这个盛大的婚宴，竟然逐个人拢穿礼服。啊！你太连礼服你都毋愿穿，啥物伫遮？拄则我讲，啊，因都伫外口去互叫入来，用去互叫入来，要哪有礼服通穿？伫王宫内面有太侪无共款 size 的礼服，所以每一个人是邀请，虽然伫外口街头巷尾，互人叫入来，破边的、青面的、白开的、散食的，你会当知影讲，这个人透好衫通穿？无。总是一旦伊欢喜受邀请来到王宫的内面，王宫迄内遐侪萝卜，带因去洗身躯，然后互因穿新的衫、新的鞋、新的礼装。所以王宫内面礼服太多，问题来啦，只有一个人干毋穿，伊穿原来的，这咧讲伫啥？这个人。死性、固执、自我意见伤强。虽然入来到伫遮啦，进入到这王的国度啦，伊拢要去教伊家己。注意一项，圣经内面不断地咧，咱的启蒙文就是迷信的人，这就是迷信的人，一成不变。早前无热心，是安尼，迄个款。
到即摆已经真侪即摆嘛，即个款，无论伫教会担当啥职，也搁迄个款，个死人性，咱个逐个人迄个人都安尼，迄个人都安尼，这就出代志啦。个性都安尼，伊个性，这就出代志啦。每一个人入来到伫遮，弃旧换新，认罪悔改，成做新创造的人。阿免啊，无阿免。每一个人入来到遮，成做新创造的人。遮即个人，伊也个迄书3千条咧，迄表示圣经内面拢是一个代表一个意象。这个人对我对安尼啦，要安怎？要安怎？赶出去啊！要安怎？赶出去等伫外口黑暗的所在，家己出去啊！要安怎？我想今仔日的圣经，敢若直咧讲这项。你入来到伫遮，你真正有褪去你旧的我啊无？旧的个性啊无？我用我最中心啊无？还是你甲人讲话，定定你的话拢是对圣经出来的话？阿免无？注意一项哦，毋通定定讲用我安怎想我呢 ？No， 毋是你安怎想，圣经安怎讲？信仰安怎伫咧甲人教？然后咱毋是要甲人教，咱是咧甲人分享上帝的话甲真理的声。这个已经入来到伫婚宴内面啊，所以这个婚宴，后礼拜咱要收圣餐，后礼拜咱要收圣餐，我会甲咱分享，加拿大长老教会有6种的邀请，然后恁会当来看讲，这个6种的邀请，伊个层面差异足大，长老教会伫不过放内面的礼拜的典礼。但是咱拢永远用一种，咱拢永远台湾的长老教会，咱敢若用一种。咱来看卖啊，迄个邀请足无相像。但即个邀请是开大门，逐个人拢有份。但一旦入来了后，迄是一个内部很严谨。所以我问，长老毋是乱选，因为长老影响一间教会。真正要求是对长老开始要求，嘛做长老，搁较以前甲外口拢共款，想法拢甲外口迄套共款，我再难搞啊，教会再难搞。OK， 所以这个甲这个赶出去，等伫外面黑暗的所在，因为受招的人真多，受邀请的真多，到最后会当存留的真少。主啊，恳求帮赞，互你甲我，咱拢会当是最后迄个会当留伫上帝面前，互主讲好，佮真正的落魄的人，去旧换新。然后有人伫基督内面，都爱成做新创造的人。常常祈祷主，恳求你帮赞，想使我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我伫你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伫这个遮罗马书13章17节讲，要称耶稣基督，要披戴主耶稣基督。那个迄个人入到伫遐。已经入去伫迄个宴席内面啊，可惜他不愿意披戴迄个王要互伊的礼服，因为今仔咱做基督徒，毋知咱真正互人看到的，有看到咱真正穿耶稣基督，啊无穿看到你，哎呀，互人真有安全感；看到你，互人真温暖；看到你，就伫遐会发光，因为你咧讲话对我有真侪鼓励、医治甲成就。注意，咱是耶稣的学生，毋望咱的三角来。加拉太3章27节咧讲，原则上，一个已经衰老了后的人，一个已经衰老了后的人，
伊应该就爱披戴主耶稣基督啦。毋望即个诚做你甲我今仔日的提醒，因为后礼拜咱就要修圣餐，愿咱真正会当伫主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咱伫咧讲，信就要得到救。喙认耶稣基督是主，深信上帝予伊对死过活，喙认深信就要得到救。对，这个是恩典，这是邀请恩典的门。邀请的阶段是大量的门大开，总是到最后门会关起来。亲像迄个在色女的5个聪明的5个愚戆的，恩典的时是开的。但是到最后，上帝有上帝的时甲期。耶稣伫马太第7章20节、21节才咧讲，毋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拢会当入天国，无。独遐的什么款的人才会当入去？尊叹，我伫天命的爸会旨意的，毋是逐个人讲主啊主啊的，就拢会当入天国。咱今仔日伫咧讲到进入上帝永生的乐园，这有条件，就你才会当亲像罗卜一样，会当尊叹主人所命令、所交代。门是真阔，互咱有恩典通入来，总是到最后受敬的人少。啊，这受敬的，看你一世人，你有照安尼去行啊无？耶稣讲，毋是每一个像我主啊主啊，拢会当入天国，独尊叹我伫天的爸的旨意的这话。有人就讲，主啊，我敢毋是伫我的过去，我有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做牧师，奉你的名做长老，奉你的名做这样，奉你的名做遐。耶稣讲，恁遮的最歹的人离开我，我毋捌你。最歹不然是最歹哦。最歹是你无做好，最歹是你无做结出好果子。别人的最歹，你嘛点点，点点的人就是好吗？就是因为大众拢沉默，才互真少数的人，才互真少数的歹人伫遐咧唱秋，才互真少数的歹人影响整个大局。台湾即马立法院就是安尼啊。所以毋是点睛就好，点睛沉默到大众，有当时也是助纣为虐。所以每一个人，咱伫无共款的情境内面，咱都爱扮演迄个角色。防止耶稣直直咧讲提防，防备。毋通互上帝的圣会，毋通互上帝的话拍折，互圣会受误导，带对别位去啊！这是一个真要紧，毋望你我咱已经拢伫咧讲主啊主啊，你我咱嘛已经对上帝啊领受真侪恩典啊，是拢是，即马过来是咧讲，你要遵趁上帝的旨意去行，过日子也无。我想即马过来转来伫遮，遮咧讲盐若失味。盐若失味就无作用，因以前的盐伫遐我有搭迄个，因以前2000年前，因的盐是盐砖盐块，啊，着用物件用迄个甲吊咧绑咧，啊，若咧煮物件的时，着揢落去迄个汤咧，揢落去，啊，看迄个量偌济，揢偌久，啊，好啊，摕起来，搁吊咧，下一次搁又搁揢落去，直直用到迄个盐庄。无味啊，无咸大，即个盐庄就怎等伫外口，甲石头同款，因为失味的盐就等伫外口无路用的所在。耶稣讲，恁就是世间的盐，盐若失味 ，OK， 就等伫外口。耶稣讲，你是世间的光。啊，光若无法光，电咧规仔若无光，嘛是共款等咧边仔去，对不对？
这是咧讲着功能作用。基督徒但伫即个遮，咱咧讲的是行到伫遮，咱伫咧望你我，咱会当成做一个有功能的人，有基督的香味，有基督的好所行，互人看见你的好所行，就归荣耀互上帝。要讲阿门无？所以逐摆的礼拜，逐摆的礼拜，逐摆的修圣餐，咱拢倒来伫遮，伫咧敬圣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圣神伫我内面做工，互我看见家己的软弱软弱，然后直直要甲上帝对焦好势，定心对焦好势。因为只有甲上帝对焦好势了后，我才知影我伫即世间要安怎样，用有限的时间，用有限的体力、精神来甲人互动。一个真正敬爱上帝的人，伊会疼惜伊的父母啊袂？会。一个真正敬爱上帝的人，伊会真注意父母的需要啊无？会。所以，朋友，我所亲爱的主内兄弟，若假使你发觉你的囝意见东西生活甲你无相像，你莫先艰苦，你毋通先为虾米情绪的发动？你敢若想讲？即个囡仔虽然甲我无相像，想法做法真侪无相像，伊有敬爱上帝啊无？注意哦，伊若有敬爱上帝，请你放心放伊去。上惊是伊对你无尊重，伊佫已经失了信仰，伊佫甲上帝离开，即个你都要大大注意，因为头前即个将来拢无上帝啦。将来你老的时，伊安怎咧款待你，拢是照世间的方式。这个社会是哪来哪疏离哪无感情，所以毋惊字，甲咱意见无相像，敢若惊伊大声离开上帝。迄个十戒迄个概念，刻入来伫遮，无相像，但是到最后，因为伊有上帝，圣经自然的教伊安怎样行。因为圣经都是善的，在督导使人为善，所以这项，希望伫这个中间，咱个人会当用欢喜的心接受上帝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对咱的邀请，耶稣直直咧邀请咱，伊欢喜做你甲我咱的救主，伊欢喜用伊的宝血洗清你甲我的罪，耶稣欢喜你甲我的软正软弱。拢替咱打去，咱的过失伊拢甲咱撤销，圣神伫咱内面，佫伫咧替咱祈祷，敢若望咱会当伫徛伫上帝面前徛会牢，互咱会当定定通过读圣经、灵修，通过甲人真正面的信仰的分享甲交陪，然后通过礼拜集体的礼拜。然后伫即个遮直直咧领受，甲上帝不断的对焦，定时咧求即个说，我望逐礼拜来到伫礼拜堂，目睭毋是咧看啥人安怎啥人安怎样，毋通看对迄副面，拢伫咧看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定心桥好。逐礼拜就是拢伫咧桥10届中间第1届到第4届，了了转去就咧执行第5届到第10届。要讲阿免无？呀。第5届到第10届，迄是转去咧活。希望咱真正受邀请入来到伫即个葡萄园的人，会记得你甲我，咱亲像一丛好的葡萄树。主耶稣已经对即个世间甲咱找转来，然后甲咱看做宝贝，甲咱栽落去上帝国的葡萄园内面啊。所以你甲我，咱即丛树已经伫葡萄园的内面，伫上帝国的葡萄园。过来敢若一项，咱咧吸收，有咧吸收上帝互咱的营养分啊无？上帝话咱咧吸收啊无？最后，即丛葡萄树已经伫园内的葡萄树结果子啊无 ？OK， 伫园内若结果子，圣神会不断佫甲咱修剪。所以有当时啊，人甲咱提醒，甲咱修剪，都要感谢主。
但是拄着一寡甲人无共款的代志，咱都要感谢，因为迄拢伫咧修正咱，毋是干那活伫咱家己。因为咱是刻伫一个团契的内面，然后伫不断的修正的中间，咱活出更较水、更较水。然后到最后是看到咱即个人，哎呀，即个人真好，即个人甲人讲话真有鼓励，啊，伊的话无随便乱讲，啊，拢有真有安慰，啊，真有对人真有带领性，哎呀，真好，迄个人真好。望伫你的朋友的中间，伫家庭的中间，上会当信任的朋友，上会当信任的是你，毋通基督徒上会当信任的好朋友，拢是别人，拢毋是教会的人，哇，迄个足清惨。愿上帝的神点伫咱，愿伊的话照做咱的光，引带咱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阮多谢你，已经2000年啦。总是你对身边遐个人讲的话，今仔日也搁咧对阮讲话，愿阮诚做顺服、温群。照主人的话去行，忠心的路步。不管阮人生是什么款的，世间来看我是什么款的人，阮伫上帝的目睭前，阮永远是忠心的路步，互你通欢喜，靠主耶稣的名，阿门。